有主甲咱同在这款的平安甲快乐。第三项，咱看到这个负责人伊所做的，伊是无有保留来付出。伫耶稣的时代，因的负责人有一种的风俗，就是伫因少年的时，因会拍拼伫遐来欠钱，听后欠到一个金额的时阵，因就会去买这个香油。当然上好的就是今仔日圣经所讲这个负责人的拿达的香油，佫是纯的拿达的香油，然后会甲伊放伫一个玉啊做的盘内面，这个玉啊可能是种白色的石头然后做一个细管盘啊真水，然后伫新婚的时阵就要将这个玉盘甲拍破，伫遐会当抹伫家己的身躯甲新郎的身躯，伫遐来享受新婚同房的快乐。总是伫今仔日所记载这个故事，咱唔知影讲这个负责人伊是安怎会安尼做。当然这嘛是伊欠来，伊嘛是应该是伫这个新婚的时阵要用的，但是今仔日伊拄着耶稣，伊就将这拢用伫耶稣的身躯的顶面。伊敢有考虑那已经用了有一天伊真正要结婚，要安怎样？点猜嘛有人会问讲，敢有需要安尼？你听耶稣就好啊，敢有需要真正安尼全部拢用伫耶稣的身躯顶面？当然，伫咱的信仰，咱嘛常常会听到这款话你去教会就好唔免洗礼唔免信教。总是伫遮，咱看到这个负责人，伊表现出一种付出的决心。这款的决心，应该就是对一个人的听到某种的程度一种的表现。伫社会中，咱嘛会看到，可能是可能是对伫男朋友，可能是对伫女朋友，可能是对伫囝儿，一种的听，完全的付出。当然，结果无一定是互咱感觉真满意，有时阵甚至是失望。所以，咱嘛会听到一句话讲，爱着较惨死，因为你爱唔着人，佮付出遐尼济，佮无法度回头。总是伫遮，咱看到，这个负责人，伊这款完全付出的对象是耶稣，是上帝的囝。伫遮，互咱看到，今仔日咱所付出的对象，咱为着耶稣所付出的所做，永远袂伤济。反倒等，咱做伫人的心上，你阁会想足济，敢会想超过？安尼敢有价值？伊的报答是啥物？常常是失望较济。反倒等，咱若做伫耶稣的心上，为着耶稣所做的，你所做搁较济，拢袂想超过。也只有做伫耶稣的心上，才是水的代志。因为伊的价值会存留到伫永远。因为耶稣讲，要纪念这个负责人所做的。伫遮咱注意到，耶稣讲，要纪念这个福音，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所在，人拢会讲起这个人，这个负责人所做的，来甲伊纪念。耶稣讲，咱就爱纪念。既然爱纪念所做的这个好的事，但是咱嘛注意到，真趣味的一项代志。而且，这个福音书的作者竟然无有讲伊是啥物人，无有记载伊的名。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，非常值得咱来思考。既然耶稣讲爱纪念伊所做的，是安怎福音书的作者无要写伊的名，安尼要安怎纪念？咱敢若会当讲，
今仔日这个作者伊所关心的是伊所做的代志，就是伊甲耶稣抹油这个代志，毋是做这个代志的人是虾米人？安尼这是虾米意思？是安怎咱纪念这个代志，但是无要知影，还是讲无要纪念，无要去知影讲这个人是虾米人？咱会当讲，这个负责人伊是一个代表，就是代表所有耶稣的门徒。门徒无做这个代志，这个主人嘛无做这个代志，是这个负责人做。耶稣意爱希望这个负责人所做是一个代表，代表所有的人，所有的门徒。那呢，要纪念这个代志，意思是讲，就是今仔日，若是耶稣的门徒，嘛爱做相像的代志。伫圣经的内面，常常有这款所有的代表的做法。头一项，当彼得伫遐告别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上帝的囝，耶稣就甲伊学了，讲这是你的，毋是对肉体，是对天顶。你是照盘教会要起伫你的心上。今仔日毋是讲彼得上伟大，毋是讲咱今仔日若有这款个别的人，个别耶稣是主，是上帝的囝，咱就是这个圣神所启示咱。教会嘛要起造伫这款的个别，就是咱的身上。所以伫圣经常常有这款所有的代表。当主耶稣伫魔鬼节，伊咧备办这个魔鬼节安餐的时，伊嘛有伫遐讲，恁着惊这个事来纪念我，所以咱会守圣餐。毋是，遮个门徒守圣餐哪定？咱做阵伫遮守圣餐，咱嘛是咧纪念。所以，咱若是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讲是安怎？伫这个福音书无记载这个负责人的名，敢若讲爱纪念这个事，意思是啥物？就是讲，咱嘛会当做同款的代志来，成做一个纪念。那呢，咱要安怎做？今仔日耶稣也无伫咱的中间，咱嘛无法度真正甲一个香油抹伫耶稣的头壳顶。安尼咱要安怎做？伫英文的圣经的翻译讲这个水的代志，叫做 beautiful service。beautiful service 意思是啥物？就是讲这个 service 头一个意思就是服务，就是招待。咱若去餐厅，服务生在甲咱服务，这就是 service。所以伫遮确实有符合当时的情景，因为这个负责人伊就敢若是一个服务生，伊毋是敢若捧菜那定，伊搁用机会用这个香油抹伫耶稣的头壳顶。若是照当时的风俗，有人客特别是贵宾来到伫厝内，主人就要用油来抹伫人客的头壳顶。上普遍的就是橄榄油，当然上好就是这个香油，尤其咱所讲的这个哪达的香油。但是主人无安尼做，这个主人伊无安尼做，所以伊可能看耶稣还是小可普通较好安尼的人客那点。但是呢，这个负责人伊确实用伊家己的意思。毋是主人叫伊安尼做，主人嘛无互伊钱去买这个香油，无，是用家己的意思，把握机会到伫耶稣为伊抹这个搁较贵重的香油，这就是伊的服务，伊招待耶稣的方式。所以耶稣讲，这是一个水的事，水的服侍。第二项，这个 service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礼拜，就是敬拜。所以咱的礼拜，咱嘛当讲是一个 service。英语的礼拜就是 English service，这拢是
拢是叫做 service 礼拜。今仔日咱虽然袂当讲啊，耶稣你着伫阮的中间看会着，啊，阮着甲你抹香油，当然是无法度，总是咱会当来敬拜伊。特别当咱伫学了伊的时阵，咱将阳光归伫耶稣的时阵，就亲像献即个香油共款。咱将即个香油抹伫耶稣的头壳顶，互耶稣诚做咱中间上尊贵即个人客，即个主人伫咱的中间。过来，咱再当即个负责人将香油抹伫耶稣的头壳顶的时阵，即个香味就走出来，对无？所以当咱学了上帝、学了耶稣的时阵，人就听到咱的学了，就亲像即个香味就走出来共款。互周围的人嘛会当闻到即个学了耶稣的香味。即款的香味是属于耶稣基督所特别的香味。然后咱学了的人，咱的确咱嘛会摸到即个香味。这就是保罗所讲的，有基督的香味，基督馨香之气。所以今仔日咱要服侍耶稣上简单的方式，咱就是随时学了耶稣，随时敬拜伊。当人看到咱在学了敬拜的时，就亲像咱做一个真好、真水的服侍。因为当咱学了主，就是在做见证，就是在对人介绍咱的主，同时也表明咱已经有活出基督的款式，这就是基督的香味。今仔日对你来讲，你上贵重的物件是啥物呢？对伫这个负责人来讲，伊所贵重的就是这罐香油，关系到伊人生上重要，伊要结婚的代志，总是伊用伫耶稣的身躯顶面。今仔日咱上重要、上贵重的是啥物呢？当然，每一个人拢无共款。事实上，就算是同一个人，伫每一个时间，你所对重的嘛无共款，敢毋是？不过呢，当然嘛有人讲，当然是性命，性命上重要，确实是安尼。总是咱要怎样会当奉献咱的性命，用伫耶稣的身躯顶面，佮诚做一项水好的代志。性命要怎样摕出来？其实伫咱的生活有一项甲性命有关系，也是咱会当摕出来物件，就是时间，就是时间。伫现在的社会，时间非常的宝贵，时间往往也是咱真毋甘摕出来物件。上帝爱咱有时间家祈祷，爱咱有时间读圣经，爱咱有时间来敬拜。因为咱讲敬拜就是服侍，就是 service。当咱来到主的面前，专心专意敬拜，这就是一项上水上好的服侍。所以今仔日咱伫初三，咱无困甲饱，咱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，咱伫遮就已经成做一件水的服侍。当然毋是干那伫礼拜日咱才来服侍。是伫咱平常时的时间，咱就会当来服侍，来亲近主。最后，当咱愿意将咱家己上宝贵的物件为着主来献的时阵，上帝伊也会用更较济来回报、来报答咱。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站，这位负责人，伊本来是无受重视的一个负责人。但是因为伊为着主献真贵重的香油来互主来学乐，互主来纪念。伫今仔日有关是共款，若是咱愿意为主来献出，咱所得到一定是超过咱所想的到。毋知咱想要试看觅无？
还是你已经经验着？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确实有这款的经验，因为我伫30岁之前，抑阁是伫社会在工作，我的工作嘛袂歹，迄阵是科技新贵，一年的收入有超过100万，伫差不多20年前，这款安尼袂歹啊。但是伫30岁的时阵，我欢喜就去读神学院，就放下我的工作。当然，迄个时阵嘛有人在想讲，安尼敢有价值？嘛有人讲，你莫读神学院啊，你著一年100万，你奉献50万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，一个50万可能是一间细间教会一年的经常费，有可能。但是对我来讲，我所领受的呼召，就是去读神学院做牧师。其实，老实讲做牧师毋是遐尼容易的代志。尤其我自细汉伫教会大汉，看到牧师毋是遐尼容易做的一个工作。但是咧，因为上帝安尼呼召，我嘛感觉讲，这是一个转换。结果，这个转换是真水的转换，因为伫神学院，我就真捌我即摆太太，毕业进前就结婚，去做团队时就生头一个囡仔，做牧师的时阵就生第二个囡仔，即嘛佫有机会会当伫咱相连教会，甲咱来做阵服侍。当然，这是一段的过程，总是伫这一路经过10多年的中间，我感觉讲，这款的服侍，这款的奉献，是一个上帝所欢喜、上帝所祝福的服侍。今仔日毋是讲咱嘛是拢爱将你的所有放的去读神学院，毋是因为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呼召无共款。检测伊即嘛是爱你伫你所踮的位来好好来做事，来趁钱，来奉献。检测是安尼，当然检测有一日伊真正是爱你去读神学院，无一定。总是咱拄则已经有讲，现代人上宝贵的物件是啥物？时间。你减有愿意，你当然毋免全时间来做传道者，毋免。当然，但是你嘛会当用你的这个其他的时间，甚至你特别拨出的时间来亲近主，来服侍主，这嘛是同款，这嘛是上帝所欢喜的服侍。今仔日是过年了后头一个主日，咱若是照这个社会所排的时间，可能大家佫会当休困几日2-3天，到伫拜3、初6就要开始上班，恢复原来的正常的生活。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也期待咱伫新的一年，咱除了伫礼拜日来敬拜上帝，咱佫会当伫咱每一日的生活中间，咱分别出时间，咱来灵修，来亲近主，来敬拜上帝。这就是咱所会当为主所做水的事，也是主所欢喜的，因为伊也免欢喜接纳咱，佮纪念咱所付出这个水的服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求阮疼痛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互阮有活命伫这个世间。当阮所经过每一个日子，拢伫你的祝福的中间，阮相信你也要伫过来的日子来继续来享受你大的福气甲恩典互阮。总是伫遮个日子的中间，阮除了来算以外，阮也搁较着把握有时间会当来到伫你的面前。因为当阮
要面对这个世间最项的挑战的时阵，阮更较需要有对你来的快乐甲稳定来帮助阮。所以阮会当做的就是大声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来领受你互阮的快乐，你互阮的稳定。也求你帮助阮，当阮若是决意，阮若是决志，要有更较侪时间来亲近你的时阵，祝你也为阮来保守，来提起遐个所有的阻挡，互阮会当真正伫亲近你的时阵，来担着，来享受有你甲阮同在这款的平安甲欢喜。也求你继续赏赐福气，互阮每一个，甲阮的家庭，也互阮甲阮的家，拢会当伫你的听、你的祝福的内面来继续向前。愿感谢你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